你好，我哋先講下問題，先放入水，再溶化馬蘇里拉芝士，然後蛋，再炸3種材料，然後食同享用。馬蘇里拉芝士甜甜圈，3、2、1。首先放入水，然後溶化馬薩拉芝士，然後蛋，然後3種材料同炸，然後食佢享受佢。即係好享受嘅問題。關於第一個放入水，然後溶化馬薩拉芝士，然後蛋，然後3種食材同炸，然後食佢同享受佢。即係好享受嘅問題。關於第一個放入水，然後溶化馬蘇里拉芝士，然後蛋，然後3種食材同炸，然後食佢同享受佢。遲啲見，遲啲見，遲啲見。